我係 Abraham，Mega Automation 嘅創辦人。我哋透過自己開發嘅一站式雲端平台，為我哋嘅客戶提供智能大廈嘅應用。2012年 ，Abraham 喺理大攻讀電子計算學系哲學博士期間，撰寫咗一項與智能大廈相關嘅商業方案，藉此獲得理大基金資助。喺2013年創立 Mega Automation， 開發一站式雲端智能大廈核心平台。傳統嘅樓宇管理系統咧，其實有好多唔同類型嘅數據嘅，但係唔同系統之間咧，佢哋嘅數據咧就唔可以互通。我哋去針對呢個痛點，為着唔同嘅品牌之間嘅系統咧，能夠令到佢哋互聯互通。咁包括咗我哋大廈成日講嘅電力數據啦、用戶行為啦，同埋喺環境裏邊嘅變化，甚至一個嘅門禁系統、lift 嘅系統，我哋稱之呢個嘅數據咧為一個萬鳥歸巢，即係將所有數據咧都整合到我哋嘅平台嚟到進行去分析，從而咧支援空氣嘅監測啦、智能洗手間、風火水電等嘅管理系統全方位應用，能夠去實現智慧化嘅管理。系統更具備智能優化空調設置模型及冷水機組優化模型，同時亦支援用家遠程管理照明同插座等設備，有效節省能源，長遠協助大廈達成 ESG 嘅目標。憑藉呢套方案 ，Mega Automation 嘅業務迅速拓展，客戶遍及發展商及物業管理公司、屋苑與住宅住戶、數據中心、酒店及工業設施等。喺2016年咧，我哋利用大灣區嘅規劃，喺深圳前海咧成立咗我哋嘅研發團隊，嚟到負責產品嘅開發，能夠令到我哋有自主研發嘅能力，並且咧將佢去帶翻嚟香港落地應用。喺過去2年，我哋亦都開拓咗咧去海外嘅市場。喺2023年，我哋進軍泰國，作為拓展海外市場嘅第一個據點。泰國旅遊業發達，酒店業對節能同智能系統有一定需求。然而喺泰國創業並唔容易，挑戰包括有語言、文化及制度差異。雖然我哋嘅產品同埋系統係成熟，但係咧我哋去貿然咁樣去進入國際市場咧，其實一定唔容易。所以咧我哋必須要去揾到一啲咧好可靠嘅當地合作夥伴嚟到幫助我哋咧去打入市場。而透過咧 PolyU 對我哋係初創企業嘅支援啦，我哋有幾次咧都參加咗唔同嘅展覽同埋論壇，去幫助我哋唔單止去推廣品牌啦，去拓展我哋嘅合作夥伴啦，建立翻我哋嘅喺當地嘅人脈，同埋能夠了解到當地嘅市場。亦都同樣咧，因為 PolyU 喺國際上邊有好好嘅信譽，令到我哋好多合作嘅 partners 啦，同埋我哋嘅客戶都對我哋係好有信心。Mega Automation 而家由直營模式轉做分銷模式，並計劃推出國際分銷計劃，透過各地嘅合作夥伴尋找具人脈但缺乏技術產品嘅代理，以雲端平台結合本地分銷嘅形式運作，俾多間代理可以喺唔同國家同步推廣佢哋嘅產品。喺我哋去拓展海外市場嘅時候，譬如我哋要去開公司啦，或者揾當地一啲嘅資源啦，好多時候有好多唔同嘅代理。但係我哋透過理工大學咧，同好多當地唔同嘅 connections 啦，我哋可以揾到一啲合適嘅對象，幫助我哋能夠去落地，同埋可以運用得到當地譬如政府啦，或者唔同機構嘅資源。呢個亦都提升咗我哋可以喺拓展市場嘅時候嘅信心，同埋令到我哋更加可以邁向成功。目前咧，我哋嘅核心產品咧已經係穩定成熟啦。我哋係會持續嚟到去優化我哋嘅平台，嚟到去配合 ESG 啦、能源管理等等嘅要求。我哋嘅短期目標咧係打入去東南亞為主嘅亞洲市場，長遠目標我哋係想拓展到去歐洲，因為歐洲嘅市場咧特別重視可持續發展同埋低碳排放嘅標準。呢個亦都係我哋好希望透過科技改善人類生活，令到我哋可以投入喺低碳綠色嘅生活。呢個係我哋嘅理想同埋我哋嘅發展方向。理大創新向世界啟航 Poly Ventures。